我女儿被人绑架了，急需要用钱，所以我想把那张支票赶紧取回去。你看，你丈夫挺能骗人的，你也挺会编故事的嘛。我知道我丈夫骗了你，可我说的话是真的，我女儿真的被人绑架了，真的需要钱。杨小姐，你给帮帮我。这样，我问你吧，我跟你丈夫提的那个事儿，你们回家商量了吗？行，我们两家各一半。是陈一平吗？我是说钱。我给你2条方案。第一条呢，你回去跟你丈夫离婚，要么呢，就1分钱别拿走，行吗？杨小姐，你就救救我们吧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给了你一个肾，是不是？我们家一平给了你1条命，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1条命？你知道，我们2口子弄这笔钱，把命都快搭进去了。你看我们家一平有多可怜，杨小姐，可怜可怜我，是不是？陈一平可怜吗？陈一平要是可怜的话，他怎么可以能用国家的1000万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再纠缠下去的话，我就到公安局去告你，可以吗？杨小姐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啊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你给不给我钱？啊，我问你，你给不给我钱？你今天一定得把钱给我，我女儿的命就攥在你的手心里，你得把钱给我。我说，你精神上没问题吧？啊，这不是精神病医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回家跟你丈夫商量去，商量好了答复我，听清楚了吗？你给不给我钱？我跟你说，我请你现在回去，我非常的不舒服，听清楚了吗？你给不给我钱？听清楚了吗？你给不给我钱？清楚了吗？这个贪心的女人，给我钱！你不给我钱，你给我钱！小姐，你把钱给我，给我你给我钱给我！你把钱给我！你把钱给我！你让我钱给我！你这个贪心的女人！给我钱！给我钱！我女儿，我女儿，给我钱！我女儿，对不起。老人讲，一个男人一生中的成败功过，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身边的女人。他们用来形容好女人的词，大多是贤惠、慵懒、豁达、忍耐等等等等。反正我理解的好女人，是终生心思扑在自己男人身上，默默示弱，辅助
期望自己的男人好，便是自己好。这就是中国的好女人的概念。2003年元月，我碰到了一个符合这所有概念的中国好女人，只不过她太过于典型罢了。注意，目标已经出去了，目标神色不对。我上去看看。好，明白。我去看看。目标没和陈一平会合，他没有去见陈一平，直接走了。我们是不是跟上？要出事，快走！团柱，谢队。找你身上。陈工、张卫健都在现场吗？都在。不好，事发突然，陈一平不在监控下。到我再说清楚。来，张卫健，你们封锁饭店的所有入口，5分钟以后我们就到。我怕晚了。后来我一直设想他那时的心理，我知道，那一定是他一生中最为挣扎的时刻。如果他也有可能打开陈一平的抽屉，看到他的日记，沉浸在陈一平关于摩迪的感受中，他可能会更加贴近和了解这个和他生活了10几年的男人，也能使他这个人生中最后的1小时相对平静些。可惜他从未这样做过。这就是女人，她能敏感地监督身边的一切，可能对她这个家园，对她的爱人，她的孩子，
造成伤害的、入侵的细节，动物般的保护着固有的一切，但是往往忽略身边最重要的大事。婚姻后，如亲人般的两个人，真的就是相互了解了吗？还是就让他这人生最后的1小时，在挣扎中度过吧。我从小至今一直认为世界上只有2样事物搞不明白，一个是中国以外的地方，一个就是女人了。我身边存在的女人有母亲、姐妹、妻子，她们宽容、伟大、坚强，但是他们身上总是存在着一些男人永远不能理解的奥秘。男人和女人好像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2种动物，在精神上永远无法相互沟通。女人内心的狭隘、猜忌、自私，对我来说也是永远研究的课题。或者最好的办法是根本不去研究。戴家无论作为罪犯，还是作为陈一平的老婆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作为女人，她所做的这一切，在我这个普通的中国男人眼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大家什么时候进去的？大家进去大概有半个钟头，出来的时候看到他神志恍惚，并没有和陈一平见面。你什么时候进来？我看到大家出去，我看他神情不对，我想完了，可能出什么事了，我就跑到浴室，真把我吓坏了。我真不知道戴家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。哎，现在还不能确定戴家就是凶手。佳佳。
娇娇。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，戴家临终前的状态和陈一平此时的突变，叫做疯了。人在长期焦虑下，突然受到外力的强烈刺激，会将身体里原本固有的压抑状态释放出来。又有没接？我去接。那是一种反而纯真的状态，如孩子般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人，爱恨没有顾忌，那是一个透明的人。